用前途那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係朱海娟。大家好，我係客家小王子吳永斌。嘿，今日來到一個苗栗嚟啊哈，苗栗頭婚啊，苗栗頭婚啊哈，哎呦，我觀眾朋友相當嘅熱情啊哈，哎呦，真勁哦，表演相當好看呐，係啊，哦，才華洋溢呢，哦，相信今日表演一定嘛當精彩啦哈，要安排好冇？準備好冇？絕對唔好講冇，因為我安排非常嘅精彩。精彩哦，那精彩大家等等嚟看哦。好好好，接下來介紹評審先生哦。3位評審先生 ，TV 介紹，龔玉班先生、王信飛先生，苗栗縣運動舞蹈職業工會理事長葉水明先生，龔玉班先生、邵延高先生。3位評審先生嘅收聽，厲害的卡司啊！好，夾住來看 T 組嘅表演啊！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先生欽定呢，係講3位評審一致通過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哦。送上鼓勵，歡迎你嘅理事長黃春德先生。理事長好。理事長，留觀眾朋友問候一下好嗎？大家好。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對對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大家。
我们理事长，对，就是我们民族社区的理事长，泰嘎后，我们这个是民族社区的一个舞蹈妈妈班，哈，你六诶也吼，系阿婆做阿婆诶，嘿，做阿婆的哦。你们每天都是靠跳那个斗牛舞保持你们的青春的，是不是啊？都冻龄啦。做阿嬷嘅，哎呦，卡树，做阿婆卡树。哎呦，你还没啊？哦，还没。你是什么话？没有，我想说大家都举手，他没有举手，对对对。你是这种做阿公啊嘛？做阿公嘞，做阿公嘞，后面嘞，有福气呀。有哈，会啊会讲客家话，会讲啊，对，讲毛嘛该脏啦，哦，毛嘛该脏样好笑嘞，对啊，唔怕，糖也是就好诶。糖讲一个沙期吼，成立一个国标舞有没有？不只是国标舞而已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舞？还有很多。我们头份市民主社区发展协会哈是在民国82年成立到现在，对目前社区里面呢有客家歌谣班，有早上的延吉舞班，对，那个早上一大早的，还有社区的这个土风舞妈妈婆婆班，你们都有参加吗？有，哇，你那么年轻，关你什么事？欣赏。哦，你是老师哦。我们最主要里面，我们有一个社团，就是快乐舞蹈团，就是今天的我们这个团。我们这个团的老师呢，就是我们廖老师。你看我们廖老师呢，他是科班出身的哦，他是华冈艺术学校的舞蹈科。也是文化大学舞蹈科系，文化大学的舞蹈科系，科班的啦。所以说，在这个，而且呢，廖老师他在苗栗县，他在有很多的国中小学，他都带领的那些舞蹈班去参加国内国外是国际的一些大型的比赛，而且。不是第一名就是特优。我还以为你说不是第一名。我说如果不是第一名就是特优，表示他带的成绩都非常的好。对，没有第一名绝对不敢出门。是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唔错，阿勇表演到吼非常嘅精彩啦吼。来谈看你嘅评审欣赏，用白音讲吼，来像你嘅冯欣赏。哇，也民族沙琪舞蹈班的漂亮的一群我们的妈妈们哈，姐姐哈，哇，真的，我今天你带来的是斗牛舞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从来都西班牙用的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棒。而且从他们的舞蹈当中哈，舞蹈当中看到人家的笑容。哇，非常非常的强，那种感动。对，然后那个拳压个来，压个去哦。哦，压个爱情欢迎。这根本有看欢一些的哇，真的很棒。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，给你按一个赞，真的很棒。来，给你们满分，谢谢。凤一胎呀，凤一胎。尤其是哈，我们坐在那边。谢谢老师。好冷哦。有那个尾劲很强，代表你们的力度够。老师带领的教的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理事长俺抖抖比支持，对不对？一定的。拨预算的时候大方一点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他们要加持，他们要买怎么样华丽的衣服，就让他们去买。是，好，就这么决定。安勇，来看那个评审欣赏哈，本来那个舞蹈班哈，有办法一枝同高嘛？好。思雨的那个手的时候，那个好好看哦。他们都一直拉着。没有，刚有一个拉手腕的，这样子。有办法一枝同高嘛？好，来看一下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理事长，来，我们的老师来，好，廖欣赏 ，OK， 好，请精彩哈，动精彩哈，我们看下来看下一组的表演呢。
沈梦太嘎，嗨，李子基，你好，师弟哦，嘿，带来一首吼，唔係會記得愛慕咧，哈，好聽啊，誒，睇下滿好一下來呢。哦，主持人，嘿，評審老師，嘿，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哦，你主記，你主記的，哎，欣賞有林展毅老師，哦，是林展毅老師啊，哈，從亞叔狗的時間，你有什麼畫面？哦，思念，就是思念就是朋友那些嘛。哦，想念朋友，叫我看到朋友啦，朋友要的，可以唱去動感通咧，我即咁我留下來咧。哦，每段歌詞表現都無共樣嘅啦，哈。係啊，好，很感動。好，接來看談看下你嘅評審欣賞。好，本人有乜嘅建議啦，嗬。好，嚟有請到你嘅小研究欣賞。唔唱一首，唔係會記得愛慕。記得，唔會唱，他家族唔會樣唔記得，他家族會樣唔記得，嗬，唔係會記得愛慕。老實講，唱得真件真好，哦也實力也相當啦，嗬，也個中氣也十足，嗬，也唱嘅感情也真到位。他唱歌唱乜嘅呢？唱嘢行雲流水，唱到當順，真好聽。好，我給你很高的分數哦，很厲害，很好。好，什麼欣賞咧？老師給很高分數，兩位評審欣賞有沒有也給很高的分數呢？三位欣賞共下來，認得呢？好，可以。
通过。哎呀，恭喜哦！ 3个分，老粉对，奖金拿出来咯。你足迹哈。好，家自己表现都安好，恭喜你得到呀奖金哦！看下来看下一组的表演。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，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，不妨自赏最心痛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。我是你闻过了花香浓，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。爱过知情重，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，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，花似梦。女人如花，花似梦。送上给你动有感情的一首歌曲。两位小舞王、小舞后，舞王舞后，哦你们好。对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曾俊鹏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志宇。要讲客啊。搞语言没？嘿。你啲家嘅名，我用闽南讲嘛。郑君平啊，朋友嘅平啊。朋友嘅平。阿平。阿平哥。阿妈，你几岁叫人家阿平哥？真是的。很可爱。好困。今天来个两人搭档了。哎呀。好 Q 用的嘞。唐讲吼，你用啥吼？直出去表演，出去比赛，系冇？出去外面表演比赛，对不对？对。很长。刚有一幕你们在拉之宇的那个手的时候，那个好好看哦，可以再表现那一段吗？他们都一直拉着。没有，刚有一个拉手腕的，刚有一个拉手腕，这样子。刚有这个对不对？有这个对不对？对嘛，他拉的好好看哦。你们刚刚有这样吗？你有没有认真在看呐？这对不对？这是难分难离的那种感觉。有，刚刚那个就是有啦，很好看呢。你刚刚要去哪里？你刚刚走过去要领便当了。一出戏完了，人总是要离开了。有剧情的啦。对啦。我想说奇怪，他到底要去哪里？有请叶瑞美老师啊。好，我们这个俊鹏跟我们的姿瑜，两个人搭档很久了吗？
认识2-3年了吧2-3年。 ，2-3年。哦，也很久了，也是很久了，很久了，很久了。过去我有注意到哈，我们俊鹏有参加一些国际标准舞的比赛，有对，有看过，很帅，也进步了，对，也长高了，对，一直都有关注，非常优秀。好，那至于是能歌善舞也是很棒的。润把这个舞不容易跳，两个人尤其是要融入感情，如果是男女朋友来跳，那就更棒啊！但是火花就擦出来了。但是我们今天小朋友啊，他们是小朋友哦，所以能够把这个基本动作润把的精髓有跳出来。对。至于感情的这个部分呢，这就慢慢来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国际标准舞啊，双人舞蹈，先把基本功还有两个人的默契，对，那感情之后再说。对，是，双方了解了对方的家庭之后，再来谈看看要不要继续下去。那个是不会很远，那很重要的哈，阿嬷都在看的啦哈。阿嬷跟妈妈彭妈妈没有离很远，这个可以先联系一下。好了，做交谈了哈，那先看一下能不能拿到奖金呐。好的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来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厉害哈，用来看的那个3位评审欣赏哈，做得一致通过那个双人舞蹈国际标准舞哈，来看舞输哦，1个灯、2个灯、3个灯，那就1人1张哦。来，哇！恭喜！没有，希望你们的默契都可以一直在更好。真的很棒的表演这样一系列看下来不得了了哈。天师给前面有陈奕迅的表演呢，好朋友夹夹那天发来报名哦。冇错，今日感谢3位评审欣赏，今日嘅表演者係天師傑，台前嘅觀眾朋友，而嘅收看。向前同到飛，大家來上邊，真係夾夾來報名嘿！